到我哋嘅攤位啦，就係圈住生態綠呢個。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生態保育啦。咁帶大家一齊認識點樣喺日常生活中減少啲資源嘅消耗，去守護我哋嘅地球家園。咁我哋今次嘅攤位想傳遞嘅信息咧，就係希望令大家認識更加多生態保育嘅唔同範疇。咁透過呢個有趣嘅方式咧，去令大家了解咩行為咧可以幫助我哋減少對環境嘅傷害。咁我哋想傳遞嘅信息都好簡單啦，但係保育咧要同生活裏面嘅小事做起。咁啊，每一個行動咧都好重要。我哋嘅操作係一個好簡單嘅短篇遊戲，就係會展示唔同保育嘅行為，例如使用再生能源同埋參與植樹活動，再配上有保育範疇嘅卡片同埋膠圈，可以令到大家玩嘅同時都可以學習。玩法非常簡單，每位參加者會抽到一張卡，卡上面會寫住一個生態保育嘅範疇，之後你會攞到3個膠圈，目的係要將個圈拋入去相應嘅行為度。一次命中係可以攞到3個印仔，如果2次先命中嘅話，會攞到2個印仔；3次先中嘅話，就會攞到1個印仔。失敗咗都冇關係㗎，重點就係要學到保育嘅知識。一齊挑戰啦！一齊